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看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下礼拜五就是5日节，照咱台湾传统的日，或者5日节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日记日日读日日第7条。日是当用来比拼的代志，或者是状况，方便说明，互人理解。像讲用来比拼的日，咱讲记日。若过去捌发生过的日，咱讲是旧日，嘛有人讲前日。日嘛会当讲是规则，像讲法律上的条例。若统计正头的事例，咱讲是病例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咱台语较特别的用法，一般咱讲风俗，嘛会讲例。像讲5日节，照咱台湾传统的例，毋若是食肉粽，也会办白龙船相关活动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旧例，代表演过例；第二个呢，就是例外，意思就是伫咧原则一般的情形以外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5日节，照咱台湾传统旧例，会食5日节粽，徛两挂香茶啊，伫咧门骹口插香草、菖蒲、甲青仔叶。俗语讲插香会养惊，插羊会养良。不离个有例外。一般迄年厝内有丧事的丧家，若是还未满一冬内，就无包肉粽。爱由嫁出去的查某囝，或者是亲戚好朋友送祭送肉粽，代表对过往的亲人孝念甲敬意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例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